大家好，我是麦哥给主唱者蔡雨涵，请收看报道高阿丁。台北嘅大稻埕伫台湾嘅历史发展扮演真重要嘅角色，不只是牧业，嘛有真侪出名嘅读册人、音乐家，甲大稻埕有关系。亲像互人认为是台湾国歌嘅《望春风》嘅作词者李林秋，以及因为台湾舞曲伫1936年柏林奥运得奖嘅江文也，佮有以吴雅辉红遍台湾。甚至连日本人拢提起改编做军歌的郑武贤，拢是和大稻埕有关系的音乐家。1947年发生228事件，毋但拄则讲到这寡音乐家受牵拖，连当时替行政长官陈仪做广播翻译的陈仲雅嘛因此坐驾，影响到伊后半世人的生活。我讲到228都艰苦。迄当时哦，我伫了后伫广播电台嘛，啊无代无志嘛，毋知啥物代志啊，哦，就了去啊。了迄军火处吼，要枪毙哦2摆，啊甲我吓就对了，边仔有人死啊，啊目睭暗掉无看的啊。哦，我听了枪声乒乒叫，一声出来就断死一个人啦。228事件，或者是大稻埕的人唔敢讲话，嘛影响到台湾的文化发展。今仔日咱就来听看卖一寡大稻埕音乐家的故事。咱看到大稻埕。其实吼，除了过年的时啊呢，去到竹叶街来买年货，阁有一句俗语讲着讲吼，5月13是人看人，啊，这个意思是讲啥？是讲吼，旧历5月13的时阵呢，是这个霞海城隍庙的闹热啦吼，真侪人落去遐参拜，啊，所以讲原本就足闹热的大稻埕吼，变甲锣鼓喧天。啊，其实这个所在呢，对清朝开始吼，一直到日本时代啊，拢是真闹热的一个所在。啊，但是呢。真侪文学家啦，啊，甲这音乐家吼，拢住伫遮咧生活咧创作。但是228事件的时阵吼，遮个人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讲吼，有影是真侪故事，互咱知影吼，咱应该对这个所在吼，应该更较了解一丝啊。哦，当然啦，内底呢有真侪音乐家、文学家拢住伫遮，所以讲咱今仔日呢嘛邀请这位来宾吼，是对这个所在吼非常有了解，而且对遮个人吼拢真有研究的这位。这位人呢真特殊哦，伊是咱台湾的音乐课本的主编，另外呢，佫是咱音乐著作权的这个算讲是牛人啦吼，啊，佫吼对这音乐教育啦，甲本土教育拢真有贡献，而且佫是金曲奖、金钟奖的这个评审，啊，佫个人本身佫咧担任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哦。这位吼就是鼎鼎有名的这位老美莲老师。多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咱伫VCR 内面吼有看到讲即个陈仲雅老师吼，啊，咱嘛知影讲伊前阵仔才得到咱的即个传统艺术的即个传统艺术金曲奖安尼吼。你甲咱小简单介绍一下陈仲雅老师，伊是啥怎会去互人受到遮尔尊重安尼？我细汉的时阵吼，其实我细汉伫看台语电影，我读小学哦，我竟然会去注意到即个电影的尾啊吼，会出现音乐陈仲雅，或者是导演。陈仲雅，所以对这3字吼，我都有深深的印象。咱大家拢知影，陈仲雅老师上名的歌曲，你会晓唱？哦，若是流行歌，就是迄个一粒流星。一粒流星，流对倒位去？伊是暗示，暗示人生不了时。哦，这个歌这尔啊经典，而且老师你一句哇，意境真好呢。歌语甲歌吼，迄是无法度分开啦吼，因为咱台湾歌语有一个特色，就是像讲陈老师啊，伊真侪歌吼，虽然讲伊创作的时阵是算讲是流行歌的歌，但是到尾呢，歌语摕来用，啊有当时啊吼，伊个
后来佫为着歌戏去做真侪歌。哦，有一首歌就是讲，咱平常时啦，拢已经分袂出来讲伊是流行歌，还是讲一般的歌戏歌。这个歌吼，我一唱，大家拢知影。台湾的历史，大家爱了解。文化语言，大家拢爱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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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歌中的内容真精彩，大家爱收看咱公司台语台，安尼懂无？哦，这比迄个铁西玉玲珑佫较红。有影咧，大家拢以为讲这个歌叫做铁西玉玲珑，其实唔是呢，咱歌戏内底叫做状元楼。唔那是状元楼，伊的刻名会当百奖，为什么呢？因为唔那是安尼，就是讲上重要的是有咧花歌戏，噔噔噔噔，对一出用到都无共款的刻名，无共款的歌词。特定的时期，都有即款特定的反应啦。啊，这嘛是迄个符合着迄个时代爱去做的一寡创作的过程。就像讲真侪音乐家你的了解吼，咱讲228事件的时阵。其实，伫个事发的所在吼，就是要挖伫咱台北大稻埕即个附近啊，即个市安尼吼。啊，想到讲即个所在吼，为什么大稻埕哈？老师，你了解真侪音乐家迄个创作的过程，甲伊的生平事业吼。啊，你会感觉讲，为什么就是大稻埕即个所在？其实咱古早是一户二六三万家嘛，吼。啊，大稻埕会冒出来，就是地hiệu嘛。是。地hiệu发达的所在吼，政治经济。社会拢会影响艺术嘛，啊，你有文学家，有艺术家，当然嘛有音乐家。大稻埕出世，一世人拢住伫大稻埕，我伫大稻埕往生的诗人李林秋。我强调诗人，因为咱台湾的一寡文字吼，真少人叫伊诗人。拢讲伊是音乐家，拢讲伊作词家。啊，所以这个诗人李林秋，咱就当然爱来特别介绍。老师，你讲这个李林秋吼，咱就想到一条歌，这个歌就是迄个“孤夜无伴手顶的清风对面吹”，这望春风就是伊的歌吼。我甲你讲吼，这若伫40-50年前吼，伫美国的台湾流行歌吼。莫讲唱一首啦，若听到吼，目屎就强要流落来，思念故乡。所以伊有一个外号叫做“地下国歌”。哦，是。哦，人袂去唱什么三民主义、吾当所种啦，但是人会唱《望春风》。啊，伫台台嘛有一个讲法咯，讲台的学生吼，若袂晓唱《望春风》吼，就袂毕业。袂去毕业。啊，所以嘛是台大地下校歌哈。啊，咱大家拢对这个李林秋的歌曲，大家拢会晓唱啦。咱听众朋友，大家拢会晓唱。啊，今仔日呢，是不是会当来介绍一首吼？大家较袂晓唱，多数的人较袂晓唱，但是是伊的遗作，叫做《树溪春》。哦，这个歌一听到就讲啊，这个花啦吼，啊个花香味，啊个这地米的香味，有影是这个大稻埕迄个开口呢吼。这首歌因为李林秋老师往生进前无发表，所以真感谢咱的制作单位吼，经这首歌来甲大家分享。有影，所以讲这是嘛是大家头一摆听到，是，吼，拢唔捌发表过，咱伫节目中间甲大家介绍，是，吼，有影咧，这其实吼是代表了讲迄个时代，吼，啊，永远就是感觉讲啊，迄个年代吼，咱足怀念的，足思念的。但是除了这个李林秋先生以外，吼，啊，佫有大稻埕，佫有啥物人，咱一定要去熟悉啦。啊，甲李林秋的巴蒂，李林秋的这个工作伙伴。郑宇贤上有名就是咱拄仔讲的4月望雨吼，
但是真少人知影，伊也捌写过囡仔歌哦，哦。有影，伊毋是拢写即个爱情歌啦，迄个情景的歌。是啊，伊有囡仔歌哦伊。的囡仔歌你嘛捌听过呢？敢有？哎，我来唱看卖。好，老师，这互你唱。春天九百花开，红树美，白梦老师等诶，啊，这个歌毋是头拄我唱的迄个乌鸦花，乌鸦花，乌鸦花，啊，你 melody 一模一样啊，但是咱讲这是囡仔歌。我甲你讲，我嘛会晓唱北京语咧。安那唱，安那唱。夜雨花，夜雨花，真是有这个歌哦。真的啊！啊，谁人唱？后来咱倒来乌鸦花。是乌鸦花，这个囡仔歌叫做春天到是啊，是先有这个春天到的囡仔歌，还是有迄个先有乌鸦花这个歌？先有囡仔歌，因为陈武宪是这个台湾总督府这个国语学校毕业的，国语学校正后就叫做台北师范学校，所以伊是小学的老师，爱教小朋友啊哈，所以写囡仔歌是真自然、真正常的哈。这个写歌词的是廖汉行先生，啊，廖汉行甲李林秋同款，最高学历都是公学校。啊，李林秋做诗人，廖汉行做记者，哈，所以廖汉行写这个春天到囡仔歌的歌词，地位很普及，啊，但是无红啦，迄个年代对囡仔吼较无遐重视啦，哈，啊，尾啊，这个周天王先生，哈。伊就去哥伦比亚做这个文艺部的主任主管哈，啊，这个周天王嘛是慧眼识英雄啊，哈，伊讲哇，啊，这个 melody 就遮水咧，啊，做囡仔歌可有一点仔可惜哦，吼，所以周天王先生就拿大家乌鸦花天出来啊，北京语的啊，这是搁对倒来。伫台湾本土吼，日本时代要找头路拢足歹找，啊，搁吼，日本人领100块，台湾人领50块，大家拢不满嘛，吼。啊，满洲国拄啊开始吼，伊足需要人嘛，吼，伊毋若去即个日本北海道的人移民去遐，吼，啊，咱台湾人真受欢迎啊，为什么呢？台湾人有汉人的血统啊，吼，啊，会晓一点点北京语啊，啊，佫会晓日本语啊，吼，啊，甚至满洲国的人吼，就是讲咱台湾是医生岛呢。因为咱台湾真侪人伫台湾要读台大医学院，就是咱总督府的医学校吼，也是要去日本考医生吼，真困难，真困难。所以迄边有满洲大学的医学院吼，真侪台湾人，啊，佫真侪台湾人伫台湾要做较好的病医的医生，无法度的时候，就去满洲国做医生。所以满洲国的人，遐东北人吼，就是讲咱台湾是医生岛吼。啊，所以台湾人伫遐真济，是毋是台湾的唱片、台湾的曲盘？当然，迄个时阵毋是黑胶哦，迄个时阵是松胶，78转爱摇啊摇，对无啦，迄个台湾的数位文化当然会飞过去嘛。哥伦比亚会写，就那将这个台语歌乌鸦花。天书叫做北京语满洲话，来唱夜雨花。啊，毋那是安尼哦，要落就大牌，是大牌友、大明星、白光。老师，你讲到除了是有北京语的，还佫有日本语的、日语的。咱读历史拢有读到1937年日军攻打卢沟桥。其实伫1937年进前，1932、1931，人因都拢伫拍，只是无全面哈。啊，就成立满洲国，满洲国就是要拍中国啊嘛，对无哈？佮成立伪政权嘛哈。伫即个遮久的10几年的年代吼，大家照常唱歌、照常跳舞，但是到1940年，就真正足紧张啊！大东亚共荣圈哦，一切是军国主义的时代。啊，你若是日本人，你敢袂晓讲？啊，恁着台湾人爱唱乌鸦花，我着甲添一个词叫做改做军歌。这个歌名叫做。好马咧no困夫，荣誉的军夫，英武的军夫。你看
军夫哦，武也会变做军夫，当然军官变做军官。这歌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吼，这个政治的影响哦，所以讲你讲原本你看是一个囡仔歌，一首囡仔歌变做是一块流行的这个算讲是情歌、爱情歌。到落尾呢，搁有北京语的歌，落尾才变军歌。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进心。别讲吼，其实会去听伊的歌后壁，搁有一个故事。其中吼，我有听讲有一位嘛是伫咧大稻埕，即个人讲财主啦吼。这位先生吼，我嘛是听伊的名，看伊的字，我拢吼就是讲伊号做江文雅，其实毋是安尼读对无？你发音唔对，你台语吼无理流，台语发音错哦，爱念做江文雅，袂使念做江文雅，敢若雅万的雅。伊的日语的发音吼，文雅口，文雅口，文雅，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老师，你讲去找到一张报纸，吼是别人互你的啦，吼。是。这张报纸就是伫遮。这是1940年汪精卫政权的华文报纸，社长、主笔拢是日本人，哈所以你会看到讲，这个大进行曲保卫东亚之官大政务，因为汪精卫甲蒋介石是伫争，伊无爱做老二嘛，伊感觉讲你蒋介石有点校本也无比我较好吼，为什么你做老大我做老二呢？伊的国旗嘛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加一个小小的三角旗，伊的国歌你会晓唱？有影。三民主义无道所做，好变哦。被争正统的人怎么可以变？我是正统，你用什么国旗我就什么国旗。你国歌也不是你蒋家的，是我的。我是孙文的大弟子，我是孙文的文胆呢。全世界的人拢知影，迄是蒋介石的政权的国歌不是你汪精卫的，所以日本军部真聪明啊！日本军部当然嘛知影，所以伊需要一个汪精卫国歌，需要一个汪精卫主题曲，所以伫着报纸，就研究歌词来应征的人听讲1-2千件啦，有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啊，拢有啊会晓汉文的人拢来应征歌词嘛应征了。就宣布啊嘛，就宣布讲什么人的歌词动算发表得奖嘛第2名的歌词江文雅作曲所以你要知影，迄个第1名的人当然是地位比江文雅较悬嘛所以伊破第2名的歌词嘛但是到尾啊，汪精卫阅兵的影片。BBC 的汪精卫双10阅兵影片，真侪人唔知影，是背景音乐都是江文雅作曲，都是这首歌，然后唔那是安尼你假是讲台湾人袂晓唱啊，伊有歌词，歌词是华语的，对无白讲录音，有那是摇的唱的，有那是70岁转唐家 SP 唱片大家拢想讲北京话，台湾人袂晓唱，一定袂晓。我甲你讲，妈，你的阿公、你的阿祖，我的阿公、我的阿祖，有可能拢会晓唱。真是咧？为什么？因为伊灌唱片录音伫电台伫教唱搁伫军部，咱台湾人做军夫嘛拢爱学唱北京话的汪精卫主题曲。
起来，其实吼，大稻埕这个所在吼，出真侪音乐家，其中有影响的，毋是干那像台湾这个所在。伫个特定的环境之下，迄个背景之下，虽然讲江文雅先生去为着这个汪精卫吼，伊去写着这个迄个时期的歌，但是无去影响着讲咱对伊的迄个了解甲地位吼，因为伊是咱台湾人，但是伊伫迄个环境之下，伊做即款的代志，其实就是讲有当时吼，咱音乐家啦、文学家吼，咱就一个拢对这个政治吼有无法度去控制。大家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真侪人知影伊是三芝的人吼。当然，因阿公伫三芝，阿公伫三芝甲李登辉的阿公，佫是厝边隔壁吼。好啊，但是伊就是大稻埕出世吼。啊，因为这个代志呢，日本投降了后，白宫、李香兰大概足清楚哈，江文雅拢有代志啊，戴个帽子叫做汉奸。是。替日本人做事的汉奸，迄就是规个环境的问题吼。啊，这音乐家伊伫这中间去家己去争取也好啦，别人去安排也好，非得就是讲，咱面对着这个环境，就像讲伫迄威权的时代吼，伫迄强权的时代的时阵，有当时人的选择吼，毋是你家己想讲会安怎去变化。228的时伊转来，是。伊的兄哥叫伊讲，你绝对会背228，背228。夺命。是。为什么会背228？为什么大兄安尼讲呢？真简单，今仔日江文雅不管写什么曲，什么阿里山的歌声，什么台湾舞曲，什么屈原的，还是什么歌。拢无代志，但是伊是汪精卫亚国歌的作曲家，你是国民党，你不抓他，你不关他吗？你问我讲汉奸也毋是我好的啦，是蒋介石的部下，甲因合作文化汉奸，甲因抓起来，伫北京就关10个月加半个月，是10个半月，所以当伊出狱了后，失业。无代志，只好要转来台湾的时阵，你想讲因兄哥敢袂叫伊走？是，尤其是因兄哥伫下门，嘛是互人抓起来关，关甲面貌拢变啦。有真侪代志过去的代志是咱无法度去理解嘛吼，但是即马去了解了后，经过老师你甲咱介绍，咱会去更较清楚知影讲，其实一个人吼，你唔通用迄个环境的代志，唔通用伊去帮着遐个代志，伊的决定吼来做伊的判断。其实咱去欣赏伊作品本身。伊转来台湾，真侪人讲他一定会背228，是，这是大家都相信的哈。但是伊若转去日本呢，他永远的2等国民，永远的殖民地人，因为伊伫东京遐尼有名，伊伫奥林匹克会当摕到荣誉奖、荣誉奖哈，伊是拍败4位日本的大牌的作曲家啊，5个人去比赛啊，4个拢落选，然后伊这个上少年的2等国民殖民地人得奖哈，但是他在日本所有的比赛永远的第2名啊，他回台北会被228，你说伊是要去倒位啦？对无？敢若拢走投无路的感觉。但是我相信伊的心肝头，永远认同讲伊是咱这个土地成长的人，吼，伊永远是大稻埕的人，伊永远是台湾人。我感觉讲这是真爱去甲肯定的吼。所以讲，不管吼这个世界安怎去变化啦，吼，环境安怎去变迁啦，其实吼唯一不变的，就是咱这音乐家啦、文学家因的才情吼。啊，因透过因这的真侪歌曲、歌谣的内容啊，然后歌词啦吼，去解说真侪因迄个现象啊，甚至讲去表达伊的情感。其实有当时啊，咱即摆去听吼，伊迄个时代有真侪无奈啦，啊，佮有真侪选择，嘛毋是讲伊家己个人会当去做选择的。我感觉讲即个部分吼，其实吼了解到咱台湾人的历史吼，咱会去了解到讲，佮较深咱对即个土地的一个热爱。所以讲，大家吼应该吼唔通吼，佮想到讲过去遐个无好的代志，其实吼爱看伊的作品本身，爱去了解来讲，咱处伫这个环境中间吼，你是安怎去做迄个创作的部分。咱用创作去了解伊这个人，莫用环境，莫用背景，莫用历史，
莫用迄个政治的方面去甲解说。我感觉讲吼，这才是回归到一个人吼，伊本身对于这个土地的热爱。要讲的代志拢讲袂透啦，故事嘛拢真侪。老师吼，你了解遮尔侪，嘛望着讲吼，若有机会，你个加来，咱倒来甲咱分享一下吼。有这个故事呢，希望讲大家会当对台湾历史更加了解，咱就会当更较有信心。